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3个所在。第一位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5节。无惊见笑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快受气，无记得别人的歹。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最深，伊本有上帝的形状，无掠甲上帝平等，做所着接受的，反倒摒空家己，取奴仆的形状，成做人的样式。已经有亲像人的款式，就屈给家己，顺服到伫死，甚至死伫十字架。所以上帝高升伊极权，想使伊迄个名搬过伫万名的顶面的，互见若伫天、伫地、甲伫地下，伫耶稣的名，无一个骹头有毋跪拜，无一个喙毋称呼耶稣基督做主，来归荣光天父上帝。下面的信息，咱要请本堂的主牧师、蔡牧师，伊所要传讲的信息是爱的真谛系列第8，听是无求家己的利益。姊妹大家平安。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听是无求家己的利益。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搁一遍透过敬拜，互阮亲近你。主，阮即时要静静听候你的话，求主你搁一遍用你的话来清气阮、激励阮、调整阮，互阮哪来哪合你的心意。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日要来看，恁爱是无求家己的利益。咱来看这个无求家己的利益，伊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直接翻译，就是讲无追求自我。什么叫做无追求自我？无追求自我，就是讲无用家己做中心，会徛伫别人的立场来想。所以如果你来看现代中文译本，伊是翻译做听是无自私。所以咱今日就是要透过所读的3段经文，咱做伙来对抗咱人生中间的一个软弱，就是自私。咱俗语讲人无为己，天诛地灭。意思是讲人无可能无自私啦，因为咱拢真自私嘛。伫人生顶面来看，确实是安尼啦。因为咱人拢会用自我做中心，常常用家己的观点，用家己的需要来看代志、做决定。举一个来讲，就是讲咱若咧看这团体的相片的时阵，咱通常拢会先找咱家己嘛。若感觉讲即张咱翕了，咱家己翕了足水毋管别人有水无水，拢讲即张相片足水若万一拄仔咧水开开的时阵叫伊翕着，咱讲这点影书无专门翕了即张相片遐歹其实其他人拢可能翕了真水，你遐歹，你会感觉讲即张相片无水因为咱人拢是用家己做观点、家己的需要做开始，这是咱的人性佫表现伫倒，咱基督徒嘛是安尼咱表现伫咱的祈祷顶面咱常常拢为家己祈祷较济着，为着别人祈祷较少前一站总会有出一套册，就是祈祷的册有无共款的祈祷的项目为教会祈祷，为世界祈祷为青年祈祷其中卖了上介好的迄本，就是叫做为家己祈祷因为大家拢爱为家己祈祷所以这是咱的人性但是保罗却同咱讲，真正的听是无自私，因为只有无自私，只有无追求家己的利益，才会当成全听所以咱要针对这个，甲大家做伙来分享首先咱来做一个比较就是咱拄则有讲过，希腊文的原文中间，无求家己的利益是无追求自我咱若相对来看，求家己的利益就是追求自我嘛
哦，这是第一个观点。啊，但是咱拄则所读的第二段经文中间，耶稣的教训拄啊甲即个完全倒变。耶稣讲，如果若有人要跟对我，就得放下家己啊，吼，舍弃自己，背起伊十字架来跟对我。虽然看起来只有一个真要紧的字叫做舍弃自己，吼，弃杀家己。咱现在迄个台语的汉语本翻译了真水，叫做看无家己啊。咱看到弃杀家己甲追求家己，多形成一个真重要的对比。因两项有真大的无共款。第一，就是因的观点无共款。追求家己，就是用家己做中心，徛伫家己的立场看代志。啊，弃杀家己是弃杀家己的立场，徛踮伫别人的观点看代志。比如讲，追求自我的人，伊咧做任何决定、做任何代志的时阵，伊拢会想象着家己。我做这件代志对我较有好处，我对做这件代志敢会影响我的利益，我做这件代志我敢会有损失。好，这叫做追求自我。啊，但是弃杀家己的意思就是讲，咱无搁再用家己做生命的中心。所以台语汉语本我拄则有讲过，伊翻译了讲叫做看无家己，就是咱莫去看家己的需要，啊，莫去看家己的需要，爱看啥物？看别人的需要，看上帝的需要。啊，但是伫遮无需要互大家一个清楚的概念，就是讲，其实吼，弃杀家己的人，伊毋是无立场，无家己的观点哦，伊是因为听的缘故，所以伊愿意放弃家己的观点。放弃家己的立场，先徛伫别人的观点、别人的立场来想这个代志。因为这个观点无共款，所以做法嘛无共款。追求自我满足的人，伊就是为着满足家己的需要嘛，用家己的利益做优先。但是弃杀家己的人，就是愿意牺牲家己来成就上帝的旨意，来满足别人的利益。啊，这就是表现出疼嘛！真正的疼就是愿意弃杀家己的利益，替别人来想，去满足人的利益。举一个上界范围上界小的疼，就是无事常常咧讲，迄个老爸老母对囡仔的疼嘛。大概咱疼囡仔的老爸老母，拢会将所有的好物拢想要留互咱的囡仔嘛。啊，我过去讲过这个咧，阮细汉的时阵，阮全家做伙食饭，啊老母菜煮好了，阮有三个兄妹，啊我是大兄，啊下面两个小妹，啊所以因为我是大兄，佮是查甫的吼，咱过去迄个社会拢是重男轻女嘛，所以所有好料拢是我，吼。那比如讲煮一只鸡，鸡有两个鸡腿对无？所以我就食一个鸡腿。另外一个鸡腿安那分做一半，我两个小妹一人一半。啊，老母咧，老母无爱食嘛，老母无爱食鸡腿嘛，因为鸡腿无好食嘛，吼。啊，若有啥物好料诶，就是分做分做一份较大份诶互我，啊两份啊互小妹，啊所以我诶体重是两个人诶2倍，就是安尼。吼。啊，老母咧，老母拢无爱，因为这物件。老母拢无爱食，啊大汉了较知影讲，其实毋是无爱食啦，是毋甘食啦。家己毋甘食，啊来互囡仔食嘛。啊老母去用请包顿来物件，其实迄毋是讲剩落来物件咧，迄是老母毋甘食，吼，摕互咱食，这就是疼嘛。就是甘愿牺牲家己的利益，去满足咱疼的人的利益嘛。所以。这就是耶稣对咱讲的，真正的疼，因为观点无共款，做法无共款，所以产生结果嘛无共款。耶稣伫遮讲，来跟对我，吼，每一个人若有人要跟对我，就爱弃杀家己，背起伊的十字架来跟对我。而且耶稣基督讲来跟对我的意思就是讲，我就是一个弃杀家己的典范，值得咱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跟对伊。啊，那安尼耶稣基督的典范是啥物？咱来看，咱拄则所读的第3段经文，这是咱
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我希望讲大家拢尽量会当来背起来，因为这是咱信仰的一个重心。这段经文一开始咱讲，咱来掠耶稣基督的心做心。啥物叫做掠耶稣基督的心做心？其实用较白话的方式来讲，就是讲，咱来掠耶稣基督做一个模范，做一个典范来学习伊。到底耶稣基督有啥物款的典范会当互咱学习？写伫这段经文的第6节到第8节，伊讲耶稣基督原本就有上帝的本质，但是伊无滥用甲上帝同等的特权。意思讲，耶稣基督原本就是上帝，是上帝的上爱的囝，上帝的独生囝，伊甲上帝同等。但是伊无用甲上帝同等的特权，反倒当安那，伊甘愿放弃一切，伊甘愿放弃一切。台语的圣经翻译了真水，讲甘愿摒空一切，将家己所有的拢摒空，除了罗卜的形象、罗卜的本质，真做人。然后安那自甘卑微，顺服到死，而且死伫世间上界残酷的刑罚十字架顶，这就是咱耶稣基督的典范啊！就是上帝疼人到极，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予咱。咱中间有做人父母的，咱拢真清楚。咱拢会疼咱的囡仔嘛。我有2个，上帝赏赐我2个囝。我看因咧成长过程中，我常常咧感谢主，讲主啊，你予我遮尔好的礼物。看因咧成长过程中间，我就是尽力去照顾因、帮助因，毋茫讲因会当得到好的照顾甲保护。因若叫网啊定着，我嘛感觉艰苦。若跋倒受伤，迄个毋免讲。我的人生中间有一个遗憾，就是我的细汉后生，伊细汉时做爱看册，我若鼓励伊看册，爱看到一个程度吼，暗时啊。伫棉被内底吼，用迄手电筒伫遐看册，看到近视。为着这个代志，我感觉吼做自责的，我感觉讲较无好好照顾这囡仔，互伊的目睭安变做近视。咱普通的人疼囝拢会当疼到安尼。囡仔淡薄艰苦感冒，咱拢亲像家己咧艰苦相共。但是咱对安尼来看上帝，上帝敢无疼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吗？如果今仔日有人要求讲，你爱将你的囝献出来，为正人来死，而且爱为着迄个得罪咱的人来牺牲，咱想讲以咱软弱的人生，咱敢会安尼做？但是上帝疼咱到极，将伊的独生囝，伊所疼的囝，赏赐予咱每一个得罪伊的人，为着咱顺服到死，而且死伫世间上界残酷的十字架顶，这就是上帝的疼。伊完全无求家己的利益，甘愿弃杀家己，这就是疼极其的表现。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典范。所以当咱讲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要跟对主的时阵，咱就爱照伊的脚链安尼来行嘛。所以，咱这段经文，大家讲了真清楚。耶稣基督就是为着咱正罪人来死，这就是伊甘愿弃杀家己，牺牲到底。所以，兄弟姊妹，咱领受这款的恩典，咱应该爱来学习，爱来回应。所以，牧师有3项提醒，还有1项祝福，咱来领受。第一项，就是伫这段经文中间，耶稣基督讲。如果哪有人要跟对我，就爱弃杀家己，背起伊的十字架来跟对我。这有3项提醒，咱来看第一项。第一项就是咱来学习看无家己，弃杀家己。一个人若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回应伊的疼，咱来开始学习的第一件代志，就是咱来无求家己的利益，无搁再专注伫咱家己的需要，是将咱的注意力，将咱的焦点。放伫上帝的事，放伫上帝的需要，放伫别人的需要顶面，这是咱第一项爱去突破、爱改变的。有的人讲，牧师这太困难了。咱
普通人做袂到，做袂到。啊，确实这是真困难的代志。但是咱发现历史上真侪人拢做会到，真侪军队耶稣基督的人，拢是用伊的生命来服侍上帝。特别是咱身躯边的，真正会当感受到、会到、看会到的，就是真侪宣教师来到咱台湾，伊拢有真好的典范。咱台湾人实在应该爱感谢上帝，伊所差派到咱台湾的宣教师，差不多每一个人拢是相当优秀。拢是因的国家的精英。我常常咧想，如果这个宣教师，依照伊的才能，照上帝予伊的文书，伊伫家己的国家，一定拢会当有真有成就。伊若要趁真侪钱，因也有法度；伊若要得到真侪社会地位，因嘛有法度。但是因甘愿放弃这个，来到一个偏远的所在。咱来想讲100外当前。迄个时阵，台湾甲即摆完全无共款。宣教师离开因真舒适的生活，来到即个所在，为着要将福音传互咱，叫人配嘴烂，叫人破屎，甘愿忍受这个。这件毋是就是耶稣基督所为咱做的嘛？因就是学习耶稣基督、军队耶稣基督的脚链，为着将福音传互台湾人。所以我常常咧想讲，我顶回还未来到教会之前有一遍灵修会，我都甲大家讲，咱有遮尔好的典范，咱毋通做了尾仔囝，咱真真正正爱学习，这个宣教师亲像因咧学习耶稣基督相款。顶回陈兴兴院长来甲咱中间甲咱分享，又分享到一个伫罗东圣母病院的医生叫做范凤荣医生。这个医生，伊是对斯洛维尼亚这个国家来到咱台湾，大概来到咱台湾的时是差不多30岁哈，还未满30岁。伊伫台湾服侍将近40冬，将近40冬的时间哈。伫遮一生来到咱台湾了，都拢无等于伊家己的国家。顶回咧分享的时阵，咱永兴院长有介绍到讲，伊有创下真侪记录。譬如讲，伊伫即服侍差不多将近40冬的中间，伊大概有开8万几的手术，8万几的手术。咱今日讲8万几的，可能足简单哈，大家爱知影。你若一工开6个刀吼手术吼，开6个手术，爱无休困开39冬。才会当开8万几个，就是讲伊伫遮咧服侍过程中，拢毋爱休困，一工爱开6个到7个，甚至到10个的手术。伊将伊的生命完全奉献互当地病人。当伊知影伊伫故乡的老母破重病的时阵，伊伫遐挣扎讲到底敢要转去。后来伊决定无要转去，伊对迄个大讲即个消息的人讲。伊甘着目屎对伊讲，我转去嘛无路用，因为我转去嘛袂当帮助我的老母，救我的老母。但是我留点伫遮，我一工会当救6个到7个病人。当伊接到伊老母过身的消息的时阵，迄个时阵伊咧为着一个妇人人来开甲状腺的手术。伫边仔人看到讲伊啉着。忧伤将这个手术开了，趴伫迄个手术台顶面，放声大哭，因为伊知影伊的老母逐工拢咧替伊祈祷。亲爱的兄弟姊妹，咱看见着即款的宣教师的精神，所以常常有人会问牧师讲：牧师，你安尼礼拜日早起时，讲3讲敢会忝？我拜托大家毋通阁问我，那安尼人话苦吼，见效。人是安尼咧服侍，伊一生无追求名利，伊过身了，咱的政府有互伊一个奖叫做医疗奉献奖，但是伊都过身了，所以无法度去领，迄是为迄届为无出色去领这个奖的人。
但是伊过身进前，伊捌讲，伊一生拢无爱啥物奖。伊讲，当病人会当笑眯眯离开病院，这是伊一生上界大的奖赏甲安慰。伊捌做一个祈祷，伊讲我的性命是献予这个病人，将来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当我去到上帝遐个时阵，进前我也有缘的服侍。上帝予伊这祈祷成全，伊一直服侍到伊去上帝遐进前，完全无体力，抑个咧服侍，抑个咧替病人开刀。所以，咱有遮尔济、遮尔水的见证，遮尔济宣教师来到咱台湾，一服侍就是50冬、60冬，因将因的青春、将因的性命奉献伫这个所在，互咱明白什么叫做无求家己的利益，什么叫做看无家己，什么叫做气杀家己。咱真正爱好好反省，咱到底是做偌济？第二项。当咱有这款的意识到，耶稣基督继续对咱讲，爱背起十字架，背起家己的十字架。什么是家己的十字架？就是咱受上帝呼召的使命，咱来背起牺牲的重担。咱来知影一点，上帝伫每一个人的身躯顶，拢有互咱有使命，互咱有责任。咱无一定每一个人拢爱去做宣教师。但是上帝安排咱成做一个什么款的人，互咱什么款的职务，拢有互咱真济咱爱负的责任。当咱去思考什么是别人的利益，什么是别人的需要的时阵，咱将别人的利益、将别人的需要当作是咱的责任的时阵，这就是成全听。牧师已经讲过几啊遍，什么叫做听？听就是伫别人的需要顶面看见家己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咱的十字架，咱来派起这个十字架，跟对耶稣来行。咱看见着路加福音书讲了更加彻底，因为耶稣基督这段命令中间，伊有加几字，伊讲爱逐工背起伊的十字架，这互咱一个真大的提醒。为上帝牺牲，毋是一时的，毋是一时咱突然间感动咱所做。这款的操练是持续的，咱来逐工拢背起咱的责任，为着服侍别人来活。第三项，当咱背起咱的十字架了后，咱就爱对主来行。对主来行，就是表示讲咱爱完全顺服基督，因为咱要明白咱的十字架是啥物，要知影咱的责任伫倒位，咱来。完全爱互耶稣基督来带领，军队主就是表示咱会当明白伊互咱什么款的使命。军队主阁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咱会当学习伊的款式，对伊来行，不断比伊来更新、激励甲改变，来活出主耶稣基督的典范。咱的生活不断跟对耶稣，伫思想、言语、行为顶面。不断顺服主耶稣基督，这就是咱受调来跟对主的责任。如果咱来当看无家己，气杀家己，背起十字架跟对主，咱会发现咱的生命完全无同款。咱就是成全回应主耶稣基督对咱的呼召。检查伫世间人看咱诚做一个戆人，但总是，这是咱应该爱回应的一个责任。我伫我服侍过程中间，捌有一遍，有一个阿嬷来找我，这阿嬷带着忧愁来找我，伊对我讲牧师啊，你敢会当甲我的孙仔小可谈一下？我讲你的孙仔拄着啥物款的问题？伊讲伊的孙仔细汉就被送去美国，伊爸母有伊真好的教育，伊就是准备将来要，伊就已经读迄个医学院的有预科啦，就是讲先读即个预科了，将来要进入医学院较简单，
已经完成这个课业，但是伊的孙仔同因讲，伊想要去中国的北京遐做宣教师传福音。伊讲牧师啊，我的孙仔老公伊要去中国做学生工作，啊，你过去捌做过学生工作，你敢会当来说明讲学生工作是我尔困难做吼啊？你要互伊知影吼，伊要面对的状况。伊歹势老讲吼，我会当发出伊的期待讲，敢会当带伊的孙仔考劝一下，互伊改变伊的想法。我讲安尼好无？我安排一个时间甲伊见面。看到迄囡仔吼，伊安尼人生都悬悬啊，缘投吼，啊，带着迄个真有自信的美笑吼，啊来看我。伊同我讲，我就来问讲啊，你想要去做学生工作，你到底为什么你会有这款的想法？伊讲伊感觉上帝互伊有足侪无共款的恩赐。第一，伊讲伊细汉就去美国，所以伊晓讲英文。啊，伊个会晓讲中文，啊，所以去中国传福音会当借着有这英文，会当教人英文的这个方式，会当传福音。啊，佮另外，伊讲伊做爱拍篮球的。伊讲伊会当透过拍篮球，甲别人建立关系，甲这少年人建立关系，会当将福音传互因。啊，而且伊想要去甲北京的一寡大学做这学生工作。伊咧甲我讲话的时阵吼，我会当对伊的目睭来看到迄个光彩。我看到一个领受上帝使命少年人对未来充满期待迄个光彩。迄个时阵，互我当我想要来讲，你莫去吼，啊，你爱去继续装备，无一定你若以后做医生会当服务较侪人，我对伊讲袂出喙啦。我安尼讲，牧师好，替你祈祷，我会设法甲你阿嬷甲你的妈妈讲，后来我就找即个妈妈甲阿嬷来，我来讲互伊去，因即个囡仔要成做真侪人的祝福。我讲中国未来会成做一个世界真大的国家，真强的国家。伫北京咧读大学的这学生，是影响中国未来前途的人。如果你的囡仔会当将福音传予这群人，会当改变中国的命运，会当改变世界的命运。我讲，互伊去，互伊做有意义的代志。所以后来这对伊的阿嬷甲伊的妈妈，拢祝福伊去到迄个所在。伫遐工作2冬了，后来转去到美国，继续进修读神学院，即摆已经成做一个牧者。亲爱的姊妹，我甲大家分享一个我的经历。我要甲大家讲的就是讲，当我看见一个少年人，伊真正愿意去杀咱世间人看做真宝贵的物件，背起家己的责任，跟对上帝的时阵，迄款所带来快乐，迄个影响力，是我尔大，也用伊的性命来成做真侪人的祝福。这敢是主耶稣基督呼召咱应该爱投入的代志吗？而且，咱要真实明白，伫最后牧师要甲大家讲一个真重要的应允。咱看见着腓立比书无写甲讲耶稣顺服到死伫十字架顶了。伊讲，因为耶稣基督愿意降低家己，卑微顺服，甚至死伫十字架顶了，上帝就高举伊，互伊到伫至高的所在，想使迄个超越万名的名号，为着要尊重耶稣的名，天顶人间地面上所有的万米，拢爱向伊下拜，拢爱。所有的嘴拢爱宣认主耶稣基督是主，因为耶稣基督甘愿牺牲家己，所以上帝予伊荣耀。因为伊顺服上帝，透过受苦来完成伊的使命，派去伊的十字架来符合上帝的心意，所以上帝将伊高举，予伊得到荣耀。耶稣基督因为无求家己的利益，反得到上界大的利益。亲爱的兄弟姊妹，如果咱若学习耶稣基督，
无求家己的利益，咱派去咱的十字架来跟对主。我所相信，迄个荣耀公义的冠冕，将要为着你我尊老。愿上帝亲自赐福保守看顾咱同心来祈祷。咱领受上帝的信息，最后所讲，如果有人要跟对我，爱看无家己，背起伊十字架来跟对我。如果这段话感动你，你愿意回应主耶稣基督的话，你当将你的手压开，我需要替你祈祷。感谢主。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来刺察阮。主，阮恳求你用你的圣心来充满阮，除去阮心中的自私，互阮愿意学习安怎无求家己的利益，为着要满足你的需要，阮愿意献出阮本心，背起阮的十字架来跟对你。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特别伫你的面前举起手，遮的兄弟姊妹，祝你亲自赐福保守看顾因，互因用因性命的服侍来满足你的心意。也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透过你的话来得到帮助。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